導演沒給我看過范冰冰首映地冇直呼緊張。第38屆東京影展於今27日正式開幕，國際星光熠熠。而此次最受矚目的焦點之一，無疑是范冰冰與張吉安執導的馬來西亞電影《地母》。這也是范冰冰自2010年憑觀音山奪得最佳女主角，2011年擔任評審後，時隔14年再次造訪東京影展。范冰冰以一襲復古黑白禮服踏上紅毯，舉手投足間散發出典雅與自信。她坦言此次入圍已是一種莫大的鼓勵，心情卻依然緊張。導演沒有讓我看過電影，一會兒要跟將近1000位觀眾一起看，還是滿緊張的。導演張吉安則盛讚范冰冰的表現，使盡圓滑，讓你驚喜。他用簡單卻富畫面感的話語，描繪出范冰冰在電影中的質感演出，足見導演對這位影后實力的肯定。此次開幕紅毯星光熠熠，除了范冰冰外，還有吉永小百合、鈴木京香、北川景子、能年玲奈、柴崎幸、滿島光、川口春奈、龍內恭美、芳根京子、MEGUMI、森田望志、岩田剛典、高橋克典、宮澤冰與高橋海人、吉井和哉及男團放浪新世代 Generations 等眾多日本影星與歌手。海外影壇重量級人物如法國影后朱麗葉不諾許，香港導演陳可辛及中國男星張藝興也親臨現場。台灣電影雙喜同樣引人矚目，入選世界焦點單元。導演許成傑攜主演劉觀婷、余香凝一同現身。日本女星吉岡里帆也亮相紅毯，她去年曾來台 long stay 拍攝電影《九龍大眾浪漫》，並於本月初參加高雄電影節。劉觀婷受訪時笑言，見識到吉岡小姐的超人氣，並透露此行計劃上風。感受東京的秋日氛圍，吉岡里帆則分享拍攝台灣電影的感受，很開心能參與台灣電影，拍攝過程都很愉快。此次影展不僅是電影競賽的盛會，更是一場國際交流的盛宴。范冰冰回歸影壇，以成熟演技與魅力再次站上紅毯。劉觀婷則代表台灣電影展現實力，吉岡里帆的現身更讓現場氣氛熱烈非凡。紅毯上，星光熠熠，笑聲與閃光燈交織，每一位演員的表現都彰顯出對作品的自信與對影迷的尊重。對觀眾而言，這場影展不僅是觀影的機會，更是一場視覺與心靈的盛宴。無論是范冰冰的復出亮相，還是劉觀婷與吉岡里帆的互動，都讓人感受到東西方影壇的交流與碰撞。而地母與雙喜的亮相，也象徵着亞洲電影正在以多元與精緻的面貌，向世界展現更多可能性。此次東京影展，對演員、導演與影迷而言，都將留下難忘回憶。